嗱，Hello Angel 你好，今日係我哋第一堂嘅諮詢環節。首先就好高興見到你為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嘅關係嚟願意做出行動，嚟到我哋呢度主動咁尋求方法。喺呢度，我哋係將會俾到你好多嘅技巧，去重新掌握你嘅人生嘅。咁喺開始之前，咁就請你準備好紙同筆，一杯水或者飲料。好，咁同時又將你嘅手機校到靜音， OK，就令到我哋可以有個安靜嘅環境，輕鬆嘅心情就更專注咁進行，好冇？係，嗱，OK，咁就根據上一次同你嘅通話，就話你提及到你依家嘅情況，就話你好想揾男朋友，咁依家有冇啲其他嘅情況更新嘅情況咧？冇咩其他情況，淨係繼續揾緊，繼續揾緊，但未揾到，係，咁你依家最近呢個心情點樣咧？你自己覺得你嘅心情、你嘅精神狀態點樣咧？嗯，就一般可以，可以繼續揾，淨係有啲唔係好清楚，點樣揾，跟住傾偈嗰陣時又唔知傾乜嘢，同埋嗰個繼續講嘢就有啲難。自己表達嗰方面有啲難。係，係明白，我都寫低落嚟就表達。表達嗰方面你自己就唔知點樣表達，係咪？咁我都明白你嘅情況嘅，我都寫低落嚟啦。就你放心，喺呢度咧就會獲得我哋嘅支援，幫你提供協助嘅，好冇？好，咁嗱，今日係第一堂課，第一堂諮詢，咁咧就我哋嚟緊咧就會有10堂嘅諮詢，同埋有12個月嘅時間俾你。咁喺呢12個月咧，我哋就會幫你就係制定一套行動計劃。咁喺途中咧就會幫你去評估同埋作出微調。好，咁嗱，Angel 就有一點想你明白嘅。因為呢個計劃咧係需要你自己持續咁去參與同埋行動，先確保有效嘅。你明白呢點？明白，你都明白係咪？咁好好。咁就我依家簡單講解下呢個流程俾你聽，好唔好？我哋呢個嗱，你依家就開始咗第一個星期嘅 ISM 學習，咁你都睇到，就裏邊咧就有6個星期，每個星期有5集5堂嘅。係，咁每集大約就20到30分鐘。呢個網上呢個培訓咧對你好重要。嗱，如果你有冇 overlook 全部瀏覽過，裏邊咧就有超過30種，就係關係呢方面嘅工具啦、策略、技巧、方案同埋工作紙，去幫你點樣改善你嘅情況，就點樣你能夠唔單止去揾男朋友，而且你可以吸引你自己心儀嘅男朋友。咁呢啲係咪你自己想要嘅咧？係，
係咯，咁就好好，你都能夠去願意去嚟呢度學習。咁由於裏邊嘅內容咧就好豐富，所以咁你每日可以完成一集嗎？可以一集係，一日可以睇一集。嗯，咁唔單止睇，而且你又要做嗰啲工作紙，要做功課，係會做，都有做。咁你都好好行動力，我都好欣賞你，你都能夠堅持落嚟。咁嚟緊咧，我就會向你提供一個適合你依家情況嘅學習路線圖，令你就知道睇邊一集先對你會有更好嘅幫助，好冇？嗯，好，咁就 Angel 想問呢個問題，就你認為點樣可以將學到嘅新知識有效咁運用到出嚟，成為自己生活嘅一部分？我自己去跟住誒開始學下傾下偈，講下知道下佢哋誒跟住點樣嗯聯絡啊，點樣嗯做得好好啊！咁你自己去嘗試，去實習，呢個就係我哋需要嘅，就係你自己行動，咁就先做得嗯出嚟。咁你都有好好行動力，啊係咯。咁我都睇到。咁根據心理學人類嗰個學習模式，佢係需要時間去不斷去重複練習，去運用，中間咧可能會做啲微調，定期咁重溫，先至可以成為你人生嘅一部分嘅。所以咧，你會有長達12個月嘅時間，就進入到我哋嘅會員平台。就建議你喺將裏邊每一個單元嗰啲 MP3都下載落嚟，就經常去聽，就點樣再好將佢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咁就幫好你明久重溫，好冇？好係咯。咁我嘅角色就喺從旁嚟幫助你，協助你。就當你喺課程中遇到有咩問題疑惑，咁我就會提供指引。就好似依家呢堂就1對1嘅諮詢裏邊咧，就再幫你制定未來嗰啲行動計劃。就希望就喺呢10堂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喺 RSM 呢個課程裏邊逐步做出改變。嗯咁所以就需要你喺每次諮詢之前，就向我提交你已經做完嘅工作紙。咁我就知道你學到邊度，就可以喺下一堂諮詢就向你提供指引，嗯就務求喺10堂裏邊成功幫助你制定以後嘅行動方案，嗯去達到理想嘅效果，好冇？好嗯咁根據依家你呢個情況，因為你依家有做嘢，都能夠堅持，咁係你嘅行係動力係值得欣賞嘅。咁我就建議，咁我哋就每2個星期一次，同呢個時間，咁我哋嚟作為諮詢。好你覺得呢個時間都好，因為未來我哋仲有9堂嗰個時間，咁我哋依家都提早呢個好去 book 定你，就每2個星期之後就同一樣呢個星期呢個日子同時間，咁我哋會預留呢個時間去協助你。咁你覺好得呢個時間適唔適合你咧？嗯係好我係你都覺得呢個時間好？咁嗱，喺呢個依家時間，係都好，咁就依家同你核對一下你嘅 email 地址，你再講一次你嘅 email 地址俾我聽。我個 email 係
喺 G hotmail.com。係啦，咁我有你嘅 email 地址啦。嗯咁呢度再重新提醒一下嘅，就如果你需要更改嘅呢個諮詢時間，係需要喺原定嗰個時間之前提前48個小時以短信通知，即係2天之前去通知嘅。好。如果未能喺48之前通知更改時間，咁每次嘅諮詢計劃裏邊呢，就會接受2次嘅突發更改。好。咁呢個你係可以接受啊？可以接受。咁就喺10次諮詢呢，就我哋一樣就係要務求係必須喺6個月之內完成，過期無效。咁呢個你都明白？係。咁嗱，我哋依家每2個星期1次有10堂，即係就1個月有2堂，就剛開5個月完成。咁就我哋因為咁樣做係因為需要學習係要持續進行，咁先至有效果出嚟嘅。係。咁因為建立一個關係咧，需要一個過程。咁呢堂課就係第一堂，對你係好重要。咁你都有紙同筆，係咪？咁我依家就同你 share 一個就係建立修復關係嘅過程。你等等，我 share screen 俾你。你等等，我 share screen。嗱，你睇到係咪？睇到我個 screen？睇到。嗱，我哋就係 RSM 加10堂嘅私人諮詢，今堂係第一堂嘅諮詢。咁我哋咧就先講一啲秘技，修復關係其中咧就有啲秘技嘅。嗱，你依家就搵男朋友就建立關係，或者有啲人咧就修復關係。咁佢過程中咧，其實我哋嚟講係有過程，佢唔係一帆風順，中間會遇到挫折。好似你同男朋友傾偈，有時唔一定啱，有時係咪？有時有啲挫折，咁所以喺呢個過程中咧，我哋話有4大秘技。咁第一秘技就係唔能夠控制情緒。你覺得你自己情緒唔好嘅時候，你自己諗嘢清唔清楚咧？唔係好清楚。係咪？咁所以唔得情緒，或者你自己唔開心，好低落嗰時候，你個情緒你自己思維都係唔清醒嘅。所以咧，你個情緒唔好嘅情況下，我哋任何嘅工具技巧都係冇用。所以第一件我哋會教你以後你嘅課程，我哋首先就教你點樣控制好自己情緒，呢個係第一關鍵做嘅嘢，係最重要嘅。咁第二個就係將自己放響受害者角色。咁呢個如果受害者角色，你覺得嗰個人會點樣咧？如果個人覺得係我俾人害嘅，俾人受害，你覺得嗰個人佢就會點啊？嗰個人就會想我啦，跟住佢會點樣？想第啲人，佢就會抱怨，係咪？佢埋怨，佢就會將啲責任就放到人身，係累到我咁嘅，搞到我咁嘅。即係好似一個好典型例子，Covid 就係疫情嗰時候，好多人都係咪啊？好危險，就話賴個 Covid，賴到我冇工啦，又冇錢啦，又好多受害，好多人真係死亡，好痛苦，好凄涼，好凄慘，好多家庭都好慘。但另一方面，有啲人就喺嗰陣時去突出咗
嗰啲係咩人啊？嗰啲人可能夠仲揾到好多錢嘅，突出咗就做得好好嘅，仲要響 Covid 嘅時候，仲要自己有咗自己生意，做到好成功嘅，多嘅嘢或者網上生意係咯，呢啲嗯，傾咁嗯。喺網上傾嘅。係啦，佢就揸住呢個機會去點樣去改變自己，就唔係將自己話Covid 害到我咁慘啊，係咪？佢就揸住個機會，我哋話點樣轉危為機，所以我哋第二個秘技咧，就唔好將自己放喺受害者，呢個第二個秘技。嗯咁第三個秘技咧，就係維持舊有嘅溝通模式。咁我哋都你以前嘅行為就導致依家嘅結果，所以你依家自己想揾男嗯朋友仲未揾到。如果你仲按以前個方法、以前嗰個做法，咁你自己覺得自己容唔容易揾到男朋友咧？咁你自己就即係攞到依家嘅結果咯，係咪？咁如果你想盡快揾到好嘅男朋友，適合你自己嘅，咁你就通過學習用我哋新嘅方法技巧，咁就有機會去更容易揾到你自己心儀嘅、中意嘅男朋友。呢啲就係你想要嘅，係咪？哦係。咁所以咧，咁我哋即係到時候咧，就通過學習咧，就去運用多啲運用我哋新嘅模式、新嘅方法去用，就係咁啦。嗯所以呢個第三個秘技，第四個咧就計算式嘅愛，就呢個嚟講，你而家暫時未有男朋友，就睇下你同人之間相處，你有冇即係有冇即係好似你同爸爸媽媽相處，爸爸媽媽咁樣。但係你愛爸爸媽媽，爸爸媽媽又愛你，咁你哋之間有冇計算咁樣愛㗎？你覺得同學之間，佢哋係一種咩愛？佢哋一種嗯唔會計住，唔會唔會計算嘅，計。係啦，咁就嗰種就叫無條件嘅愛。咁你想唔想以後揾到個男朋友同你都係一種無條件嘅愛咧？大家真心相愛咁樣咧？係係啦，咁呢啲都係你想希望嘅，係咪？咁所以咧，呢幾大秘技咧，或者我哋中途都會煩，但係起碼就有意識，知道自己就要注意，就唔好再陷落呢啲陷阱嗰度。咁就到時先至會用我哋新方法、新技巧，先會起到作用嘅。係你都明白呢啲係咪？明白係咯，咁就因為咧嗱，你要做到一樣嘢，你依家識男朋友有一段時間，想揾男朋友一段時間啦，你唔係一時三刻或即刻就想揾到男朋友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同你分享一個就叫做5步改變流程。咁5步改變流程咧，其實我哋去走向成功做到一樣嘢咧，係有一個流程、一個過程去做嘅。咁第一個步驟咧，第一階段咧就係唔知自己唔知，即係好似依家你就唔知自己點樣揾，係咪？你一就喺網上試下同人傾偈，但係又唔知點樣表達，唔知點樣同佢講，係咯，咁就所以就都唔知自己應該點樣做，所以就唔知自己唔知。你依家仲喺第一個階段，咁慢慢我哋咧就會慢慢幫你提升到第二個階段就知道，但唔知點做。好似你依家通過學習會攞到我哋方法技巧，或者唔會即刻用到出嚟，但起碼你知道，好似頭先嗰四大秘技，你知道嗰四大秘技，咁你自己就注意唔好再犯嗰四大秘技，係咪？就第二步就知道啦。咁第三步有方法去嘗試，真係想試去做，但或者唔會即刻做到出嚟。咁好似我哋去打，即係去射標去打槍，唔會話即刻打到嗰個點噶嘛。我哋要試過好多次先打得到，係咪？咁所以有方法技巧，唔一定話會即刻用到出嚟。起碼你就知道嗰個方法技巧，有嘗試過。呢個第三步。跟住第四步咧，就去刻意啦，自己有意識到啦。好似頭先個四大秘技，你就唔好再犯啦。但一啲方法技巧，你自己去用，
有時得，有時唔得。咁係呢個係正常嘅。好似細路仔學行路，係咪都要跌下先至企得起身？佢都要個過程。係佢係啦，佢真係自己要企穩，將啲方法技巧，佢要通過呢個過程跌過去，先至能夠真正企穩嘅。係咁就所以到第5步就真係掌握自如啦。個細路仔能夠企穩啦，係咪掌控自如啦？咁就可以企穩，可以行，甚至跑。咁嗰時就能夠去掌握到，將我哋個方法技巧用到出嚟。呢個就所以係需要5個過程嘅。嗯咁所以就唔使話一下子太急，我仲未揾到男朋友啊，點解幫唔到我嘅？咁你要即係自己知道係要需要呢啲5個方法技巧，去呢個5個過程係要時間去幫你嘅。咁你都明白呢樣嘢係咪？哦，你有啲感冒啊？哦，自己注意身體保暖。你嗰度凍啦，依家係咪？係有啲咁你係啦，自己保暖注意身體係第一好嘅。係自己注意可以繼續係咪？可以繼續講落去。係啦，咁就所以我哋講到一個咧，就叫量子改變嘅力量啦。咁量子你知道係呢個世界上最小個粒子，但佢改變嗰個力量咧係好驚人嘅。佢少少改變就會慢慢一日一日嗰啲改變咧，以後就會有一個大成就。咁所以咧，每日令自己去進步1%。咁你話一年有幾多日？有365個人。係咯，咁就你一年就可以進步365%。咁就所以唔好忽略自己少少認同，去認同自己，你自己嘅眼神、微笑，你自己嘅改變，去慢慢一年就有365嗰個進度嗰個改變噶啦。係咁呢啲都係好驚人嘅，係咯。咁所以就唔好睇小呢啲。咁跟住咧就同你分享下我哋呢10個星期落嚟嘅目標，好冇？好嗱，呢10個星期嘅目標就根據你依家嗰個情況，就你依家就呢度就建立關係啦。即係因為佢嚟講修補關係，但你嚟講就建立關係，就想點樣吸引到你心儀嘅男朋友。你個目標就係點樣去做？咁我哋咧都係一樣有7個步驟去做嘅。係咁第一個步驟，揾出核心原因，點解你自己未揾到男朋友嘅原因係乜嘢？就係我哋陣間會同你分享呢樣嘢，揾出原因，點解你未揾到心儀嘅男朋友？好咁跟住第2步就會改變一啲限制性嘅思維，因為以前嘅行為就有以前嘅結果，但你要有新嘅結果咧，你就係咪需要一個新嘅行為咧？新嘅信念咧？係咪？咁我哋第2步就點樣改變以前一啲限制性嘅思維？跟住第3步咧就以退為進，就係點樣去？你依家就去邊度？就去自己去睇，自己學習，好似依家嚟學習，喺邊度去吸引到你心儀嘅男朋友，就先自己學習。跟住消除對方壓力咧，就係點樣去吸引啦？你呢度嚟講就，到時我就會知道，所以就會幫你有啲微調，點樣去吸引你心儀嘅男朋友？喺咩地？去邊個地方？去點樣去吸引佢哋？咁又需要啲咩方法技巧去吸引你心儀嘅男朋友？咁所以我哋跟住要做嘅就係武裝自己，將自己去提升自己嘅價值，去武裝自己，等你去能夠更加美麗，更加有活力，就可以吸引到你自己心儀嘅男朋友。係咁就咁樣，你就可以吸引到心儀嘅男朋友咧，同佢溝通。你頭先都講到你自己唔知講乜嘢，你個表唔知點樣表達，係咪？咁就點樣就再重新通過改變自己，提升自己，就去重新去點樣去可以好自信咁去同你嘅心儀嘅男朋友溝通。咁最後咧就可以就一個建立一個親密嘅關係，咁你就可以有一個親密嘅關係。咁呢啲都係你想要嘅，係咪？係想要去。係咯，咁就呢個就我哋嘅嚟緊呢10堂諮詢嗰個，會按呢7步去一步一步咁樣幫你提升。
咁每一個步咧，我哋都會有一啲方法技巧嘅。咁嗱，依家同你分享一下。嗯嗱，第一個揾出核心原因，就呢個星期嘅我哋嘅學習嘅內容就係核心根源評估。嗱，你都睇咗呢個星期嗰啲網上學習啦，係咪？睇咗咁你都做得好好。睇咗咁呢個關係分歧原因咧，就係你就係嚟講，就係你點解仲未吸引到心儀嘅男朋友，就係一樣嘅，係咯。呢個就第一個步驟嘅。咁跟住第二堂、第三堂咧，以後咧就會講到一個就改變限制性嘅信念。咁我就簡單過一過，因為以後咧我會再詳細我哋嚟學習嘅。咁嗱，第三咧就係第四、第五堂，我哋就會着重到第三步嗰個學習同實踐。跟住第四，消除壓力咧，就喺第六堂，就係第六堂呢啲方法技巧。第七堂咧就會做到第五個步驟，武裝武器，就通過啲方法技巧嗱，點樣武裝自己，能夠提升你嘅影響力啦，提升自我價值啦，咁樣去吸引你心儀嘅男朋友。咁到第八、第九堂咧，就係重新打開你溝通之門，點樣你能夠自己好自信去表達，去點樣講，去點樣吸引去。係咧，就係你個嗱溝通六大元素啊，感染力技巧呢啲，到時咧就會點樣，就係成為你自己成為一個有感染力嘅 hero，咁你就自然吸引到你心儀嘅男朋友啦，就容易啦。到第十堂咧就係點樣建立親密嘅關係，而且恆久嘅。咁呢啲係咪你想要嘅咧？呢啲我係想要。咁呢啲你都做得好，係咯。咁呢度就我哋。整個呢10堂裏邊咧，我哋就會朝住呢7個步驟去嗱，每個步驟好多方法技巧去幫你嘅，逐步幫你嘅，所以你自己最主要去堅持去學習同埋去實踐，咁你一定會有進步嘅。咁我哋亦會提供支援俾你，呢啲就係你需要嘅，係咪？係咯。咁你知唔知道我哋 Hero 嗱？我哋嘅公司名叫 Hero Lady。Hero Lady 嗰個核心價值係乜嘢咧？你知唔知？唔知啊。唔知。咁嗱，要同你分享，我哋個名叫 Hero Lady，係咪？咁我哋嘅核心價值咧就係愛自己。愛自己，就所以我哋嚟到呢度學習嘅每一位同學學員咧，首先第一件事要做嘅就愛自己。所以我哋個公司名就叫 Hero Lady。我係一個英雄，我自己係個英雄，一個英雄嘅女士。如果男士就英雄啦，如果女士有啲男士都嚟學噶，咁男士就叫英雄啦。如果女士就 Hero Lady，英雄女士。咁我哋嚟講就係愛自己。咁具體點樣愛自己咧？就係我哋核心價值就從呢度，從呢3方面去愛自己。自尊就尊重自己嘅感受，自重就重視自己嘅需要，自愛愛惜自己嘅身體。就你依家首先就每日從呢3個開始，就每日堅持去不斷咁愛自己，好冇？好。嗱，呢啲就係我哋 Hero Lady 嘅核心價值。咁你知道啦。咁你之前就講到，你就話比較迷惘，唔知點樣搵男朋友。係。唔知點樣搵男朋友。咁我哋嗱，你喺呢一個星期都學到有一個叫人生掌舵人。人生掌舵人嗰度就講到，如果你好似我哋嘅人生就好似海裏邊一隻船，如果你自己都唔知自己點樣行去邊個方向，嗰隻船會點樣啊？唔知個方向，個船就會，個船就唔喐，佢就有風有浪，會喺海上邊喎，唔會唔喐噶喎。咁嗰隻船會點樣啊？佢就俾啲風吹走。係啦，風吹走，吹到邊度都唔知，係咪？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條船咁樣，所以如果人生就咁，我哋點樣先能夠控制呢個人呢部船點樣行啊？如果呢部船，
就控制部船行去一個地方，就行去你自己想去嘅地方。咁你行去點樣可以控制想我哋嗰部船行去你想去嘅地方呢？就就喐嗰個船嗰啲，你就要點樣啊？要就能夠教嗰開個，個嗯，開，係啦，你就哦係要開到嗰部船，開到部船係，嗯就自己而且有個方法，有個目標，有個目標，咁你就可以去到你自己想去嘅地方，係咪？係係咁嗱，我又嚟同你共享一下，就係之前嘅。咁嗱，如果你部船隨風逐流，你都唔知自己去邊度，你睇到係咪？咁如果你能夠自己去開呢部船，咁就可以成為你自己人生掌舵人，就可以去到你自己想去嘅地方。係呢個就係你自己想要嘅。係咁所以你自己就有冇設定過你自己嘅方法目標呢？方向目標，你自己係邊個？唔知你邊個，你有冇諗過你自己係邊個？因為你話依家嚟講，你比較迷茫，自己唔知係點樣做。咁你有冇諗過你自己係邊個先呢？少少唔係好多，少少唔係好多。咁你覺得自己，你話你想揾一個心儀嘅男朋友，頭先你講，咁你覺得係你想揾嗰個男朋友係能夠 take care 你嘅，能夠有責係任嘅，係有好 係 honest 嘅。咁你自己本身有咩性格特質可以吸引呢啲心儀嘅男朋友嚟到你身邊呢？嗯我有咩你自己想自己將會有咩特質去成功啲特質去吸引呢啲心儀嘅男朋友？可以嗯揾啲中意啲嘢，跟住同人講下中意啲嘢，跟住就可以一齊做啲中意啲嘢，玩下或者傾下偈咁樣，嗯，係咯，咁你就自己有咩特質咧？你話如果你想揾嗰啲人係有責任嘅，咁你首先你自己又係咪一個要將自己入邊一個有責任嘅人咧？係有責任，我就係咯，你自己又有責任嘅，咁 honest，咁你自己又係咪你自己有個 honest 嘅人咧？係係咯，咁首先你自己又係同一個特質，咁你先會吸引嗰啲人過嚟，係咪？嗯嗯係咯，嗯咁呢個就係你自己係邊個，咁你吸引你話想要咩人，咁首先你自己嘅特質，咁你咪會吸引到佢過嚟咯，係係咪？嗯咁嗱，我依家再分享下，咁你係邊個？咁嗱，你自己講講你自己。嗱，我講個例子俾你聽。如果冇有方向嘅人，好似呢個 John Sebastian Bench，去響坐監，你睇到去坐監俾 employee，即係俾佢個老闆整到去坐嗯監，去坐監一個嗯月，佢仲響佢個監倉度，佢可以點樣啊？佢可以寫書，睇到寫未？書係寫詩作係啦，曲。嗯喺個監獄嗰度監倉嗰度，自己都可以咁樣。如果喺監獄監倉，一般啲人係點樣啊？佢哋等幾時可以出嚟？係咯，咁就喺裏邊就受懲罰啦，喺裏邊。但係呢個人佢能夠喺監倉嗰度開始寫書，所以你能夠自己掌舵人係唔受環境，可以能夠就係唔怕惡劣嘅環境，你都可以對住自己嘅目標，你都可以去堅持去做嘅。嗯
係咪？咁所以咧，你自己係邊個係好緊要？點解我哋要 heal 你？第一個係愛自己，同埋你自己要成為咩人？呢個係最緊要就係咁解啦。係咪？佢喺監倉裏邊都可以寫書嘅，咁所以佢係唔怕惡劣環境嗰個影響。就所以頭先同你講 Who are you？你係邊個？咁嗱，依家嗱就同你重溫一下。咁嗱，你就可唔可以嗱？你請你閉眯埋你隻眼睛，做深呼吸幾次，盡量放鬆自己，想象一下，你已經成為一個你最滿意、最好嘅自己。咁你希望其他人用邊3個形容詞嚟形容你呢？你嗰時最滿意自己，自己係最好嘅自己嘅時候。我就係會知道清楚自己想做乜嘢，同埋想要乜嘢，跟住可以去做，同埋攞得到係同埋即同人嗰個交通同埋關係，即講出自己諗嘢，同埋第3係自己有啲有啲人係有啲人我覺得安全，同埋我中意，同埋佢哋係咯，有愛嘅，係咯。你就中意一個即係安全嘅，人哋又中意你嘅環境。係。你自己又能夠講出你自己想講啲嘢，人哋又接受你嘅。嗱，呢個就係你自己想要嘅，係咪？係咯，咁就好好咯。所以你就話呢個，因為你就係俾個工作自己睇到你迷茫，你就話你自己唔知點，所以你依家嗱，咁從呢度睇到，咁就從愛自己開始先，好冇？好。就係我哋今日呢個自尊、自重、自愛，愛自己先，成為自己人生嘅掌舵人。佢點樣自己去控制自己人生？即使惡劣嘅環境點環境，你自己都可以去朝住你自己人生嘅目標去行，咁就真正咁愛自己，好冇？好。咁嗱，而且就你嗰6大核心需求，咁你都做咗啦。6大核心需求咧，就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分享一下6大核心需求。我過一過先，你重新嚟講。等等，你重新跳過。係啦，掌舵人，你係邊個？咁跟住就係呢個人，Abraham Maslow，你聽講過呢個人嘛？呢個心理學家嚟嘅。佢講到一個人類需求嘅層次理論。咁你知道佢講乜嘢？你知唔知佢講乜嘢嘅？唔知。就係講人即係食住咁就最基本嘅需求咯，係人需求有層次嘅，最基本嘅需求人哋食同住，跟住就係愛啦，再上咧就係上落去就係自我實現啦，就一層一層咁上去嘅。咁我哋依家呢個 RSM 咧就係 Relationship Secret Master Class， 佢就係結合咗呢個心理學嘅元素，再加我哋東方人嘅文化系統。
就 Cindy 咧就係創辦咗呢個叫核心根源評估。呢個核心根源評估，佢就係根據呢六個滿足感，人係需要有呢六個滿足感嘅，好似佢嗰個需求一樣。但呢度嚟講咧，人想快樂開心咧，就係需要呢六個滿足感：安全感、存在感、英雄感、認同感、刺激感同成就感。咁你就你自己依家你覺得你自己最缺係邊兩個感受咧？兩個滿足感咧？我覺得我係缺安全嗰個，安全感同埋或者有嗰個意思嗰個知道做乜嘢嗰個就係想唔想再同你再重新睇過一次？你嗰啲你想重新睇過一次，咁你等等啊！我依家重新睇，我依家再重新同你睇過。你想嗰六大滿足感，我再同你再睇一睇啊！咁如果安全感嚟講，就感受到關係係缺乏，就係感受到即係好似你依家嚟講，因為你冇伴侶，就睇你自己。咁你自己喺生活呢個環境、呢個圈子裏邊，你自己感唔感到安全？大家對你好唔好？但係如果佢哋對你唔好嘅，你唔覺得安全嘅，就0分。如果覺得你工作啊、生活啊，都同爸爸媽媽關係都穩定嘅，都好嘅，咁就10分。依家你自己感覺你自己安唔安全？個安全程度喺生活中，喺個生活中個安全程度，我感覺唔係好安全。0到10分，你俾幾多分咧？俾3分。3分，咁跟住存在感就係你感到你自己唔受其他人重視嘅。咁就如果0分嗰時就0分，如果10分咧就係你啲朋友啊、你環境嗰啲人啊、工作啲人都將你放第一位嘅，佢哋都會重視你，你喺生活中好高嘅，嗰時就10分。咁你自己覺得0到10分，你自己幾多分？我覺得係又係3分，又係3分，得係咯。咁跟住認同感係你感覺到唔俾其他人去欣賞你嘅，啲人睇唔到你嘅強項，睇唔到你嘅優點，佢甚至忽略你，去令你失去信心嘅，就0分。如果10分就係你嘅能力係俾人欣賞嘅，人哋讚賞你嘅，認同你嘅，覺得你係有潛力，與眾不同，呢個就認同感，就10分。0到10分。認同又係3分，又係3分。咁刺激感就係你依家生活係一成不變，就係返工、放工、屋企就一成不變嘅一條線咁樣嘅，好覺得沉悶嘅就係0分啦。如果刺激感咧，就定期有啲驚喜啊、新鮮感，會出去玩下，同人開心下嘅，有啲正面嘅改變嘅，甚至有啲冒險嘅感覺嘅，咁就10分。我覺得好多時變，有好多嘢變，同埋好多嘢咁
就7分啦。7分，刺激感啊7分。咁成就感就係你感到你身邊啲人都唔支持你嘅，你自己喺依家人生裏邊都係自己去單獨面對，冇人睇到你嘅成就0分。咁如果10分咧，你就係你常常都有人去鼓勵你、支持你，去令你去不斷進步，去追求目標，你自己可以攞到好高成就嘅。咁就你自己能夠攞到成就嘅，咁你覺得你自己成就感方面係幾多分？就我覺得又係3分。又係3分。咁啊跟住成就感，成就之後就有咗個英雄感。英雄感就係你好獨立，好獨立嘅，好強項，就唔需要其他人幫助嘅，即係咁但係咧就感到咧就係你自己喺人哋心目中咧，即係人哋睇你唔起咧，就係你自己就即係幫唔到其他人嘅，常常就係唔被尊重嘅，冇地位嘅，咁就0分啦。如果10分就覺得啲人同你一齊咧，覺得你係個英雄，你能夠保護佢哋嘅，你又受到尊重，佢哋能夠欣賞你、仰慕你嘅。呢個4。呢個4分。嗯咁你嚟講就最低就安全感、存在感、認同感、成就感，呢4個都係3分。咁喺呢4個裏邊，你自己最想提升嘅係邊2個咧？你自己覺得最急、最想提升嘅？最想提升認同感同埋安全感。認同感同安全感先係啦，呢個你自己最想提升呢2方面，係咯。咁嗱，喺呢個單元，喺呢個星期，咁我哋就學到呢啲工具，睇到而家最需要提升嘅就係安全感同認同感，就令到你自己為以後嗰啲人生就可以令到你更有魅力，能夠吸引到你心儀嘅男朋友，好冇？好。係咯。咁我就從你功課裏邊就睇到你暫時係你就話提到有呢2個問題，你就要解決。咁我睇到你功課咧，你啲工作紙你都寫得好認真，你都能夠按時完成，又寫出自己嘅心得體會。咁所以嗱，你喺裏邊提出問題，咁喺呢度我就幫你去解答。咁你係咯，咁你有冇乜嘢仲想了解更多嘅咧？淨係點樣就點樣自己知道點樣可以好啲，跟住係開始識識講啊，同埋嗰個關係係你你知道點樣繼續嗰個 relationship 可以繼續。係咯，咁嗱，你就想自己能夠更好啲，能夠講多啲講出嚟，同埋嗰個 relationship 嘅關係點樣去改進改善，呢個就你自己嗱，我都寫低落嚟啦，係咯，咁以後咧，我哋就一步一步，咁我就按你呢啲需求，咁就通過學習，咁嚟幫你，好冇？好。係咯，咁嗱，你依家學咗呢啲，咁你到今日為止，你覺得你最大嘅睇法係乜嘢咧？最大嘅睇法，就學得到，你慢慢，從識到可以做得到。
嗯識做跟住練好，跟住就會識做得。係好好啊，唔識到識，咁你都相信能夠可以從唔識做識，就需要自己中意學習同埋實踐都可以做到。咁你有咩感受咧？如果你做到之後，你自己會有咩感受？感受就會覺得可以做得到，跟住就會自己好開心，跟住會覺得誒係個生活會好，跟住知道我自己想要乜嘢又講得出，跟住又做得出嚟。做得好好啦。咁呢個又係你會點樣做，係咪？咁你就到時候你就自己就會設定一個時間表。好似今日嚟講，咁我哋今日就學到一個就係我哋 heal 你哋嘅核心價值，你記唔記得係乜嘢？係愛自己。係咯，愛自己。咁你從今日開始，每日愛自己1%，得唔得？得。呢個可以係咪？得。咁或者你就試一試你自己依家睇下，我哋做個簡單嗰個試下練習，你每日點樣自己愛自己多一啲？好。你自己試一試，你點樣可以自己愛自己多一啲？我點樣可以愛一啲睇好個身體，跟住做好啲做好自己啲日日嗰啲嘢，好似日日食好好瞓得好，做運動同埋自己放鬆，咪愛自己。就係自己身體愛自己，呢個就自愛，係咯。咁另外仲有一個自尊、自重。自尊就係尊重自己個感受。係。自尊自己嘅感受。尊重自己嘅感受。係。尊重自己嘅自己個感受係自己感受，係接受佢，跟自重自己嗰個需求需要。係咯，去勇敢去去追求你自己想要嗰啲嘢。係。好冇？好。嗱，今日開始你就從愛自己多一啲1%開始。好。好冇？係咯。好。咁嗱，係咯，咁你都做得好好咯，能夠自己去愛自己開始，咁呢個就係做得好好咯。咁嗱呢一堂課，咁你就已經明白咗我哋呢個就係依家你一睇到你自己嗰個核心需求嚟講，你自己就係需要進步嘅係提升嘅係安全感同認同感。係。係，咁就以後我哋就點樣就會朝住你呢個方向去幫你點樣去提升呢兩個滿足感，好冇？好。好，咁噶啦，今日咧就第一堂課，咁第一堂咁我哋就睇下第一堂課嗰個成效係點樣，第一堂嘅諮詢，我哋俾一個評估表你。嗱，呢個第一堂嘅諮詢，咁你覺得你自己有冇揾出你依家嘅核心原因咧？生活嘅原因就係嗰兩個滿足感。你自己揾到你自己嗰個滿足感，需要提升呢兩個滿足感。係揾得到呢兩個係。咁就嗱，你一圈出嚟，如果一就未做到，未揾到，
如果5咧就100%成功咁做到啦，揾到啦。咁嚟講，如果1至5分，你俾自己幾多分？我俾自己一分未做得到。你揾得出就唔需要提升，只要你揾得到呢個核心，你自己揾到啫，自己知道揾得到。自己知得到咁就4分，自己知道自己要提升呢兩個嘅，就係一個係安全感，一個認同感，係咪？咁你都好好啦。咁嗱，呢一堂你都有成效出嚟，能夠揾到自己呢兩個核心原因。你依家要想吸引你自己心儀嗰個男朋友咧，就從提升呢兩個滿足感開始，好冇？好。咁嗱，嚟緊下一堂課咧，下一堂諮詢，我哋就會進入第2個階段，就係改變限制性嘅信念。咁嗱，頭先你睇到，由於第2堂嗰個內容咧係比較豐富，就需要第2、第3堂要2堂諮詢去完成嘅。咁所以喺下一堂嗰個我哋第2堂嘅諮詢之前咧，咁你就完成下一堂嗰啲工具嗰啲學習一樣，第2個星期嘅學習就係原諒元素、金字關係金字塔、男女有別，打破錯誤思維，好唔好？就一樣，好似嚟嚟去去一次，咁你都能夠將你嘅工作紙按時交俾我，你都做得好好。咁今年你就一樣繼續堅持去學習，同埋將你嗰啲工具，將你嗰啲去實習、去練習，好唔好？好。咁我到時候咧就會電郵我哋今日呢啲筆記、工作紙嗰啲情況俾你，同埋就確認以後我哋就每2個星期就同呢日呢個時間我哋嚟做諮詢。咁就鼓勵你咧，就將今日學到呢啲咧技巧、呢啲工具嚟運用到你自己日常生活裏邊，咁先至可以有效幫助解決到你自己，提升你自己嘅魅力，去吸引你心儀嘅男朋友嘅。咁就下一堂課再請你嚟分享下一堂嗰個學習，好唔好？好。嗱，我見到你依家都改變，你自己睇到你自己嘅核心原因係乜嘢？咁你都做得好好啦。咁我哋就下個星期見，下一次見，下2個星期見，好冇？好。咁好啦，拜拜。多謝，Jenny，拜拜。